我来看这个台北市政府为了要鼓励民众捐出着电子发票，所以加码推出着好康贷。只要你喺台北市消费满1000块，捐出着电子发票，就会当换动物园、猫空的缆车，或者是儿童新农园的门票。啊，甲郭文体市长问讲，敢会像台南市安尼，防抽奖来抽厝咧？市长讲，这爱个研究啦，因为实在是这台北的厝太贵了。这个鸟熊今日春运模样真古锥，而且即摆有机会唔免开钱，就使入去看鸟熊啊。因为台北市看准有70%的电子发票的使用率，顺势杀加码活动。只要捐出电子发票满1000块，就使自由换动物园、鸟空缆车、儿童新农园其中一张门票，也毋过。高雄振兴购物嘉年华送100万名车，台中购物节嘛推出，开小钱就使留一间厝。台南这间厝是2房1厅，摕来留奖，还有机会搁加一间。啊，那台北市呢，那会存票券通送呢？抽房子哦，台北市的房子很贵哦，我跟你讲。妈，这个，我回去问那个产业局，我说，你有多少奖品可以拿出来抽啊？人讲输人毋输阵，输阵就歹看面。各县市为了争取上大的商机，即摆拢是想尽办法。